哈，那啦，我摕一个物件你摸，哈，什么物件？你摸看卖啊，你若要着无？你100箍。哈，你100箍尔，我都无爱无咧。是要偌济钱啦？人摸一个尔，无创啥，摸一个袂甲你加，毋知甲你加无？摸一个尔，要着互你100呢。毋是啊，人迄专家有智慧，摸一个有上万呢。你较顶有上万，你迄摸有啊，着迄奖金有上万啊，3万5呢。重点是伫咧摸着进前的题目嘛会着，啊你搁爱抢会着，你才有好无？啊，毋过就是摸比100箍搁较济啊。讲到若像100箍是你现趁的，你去遐搁爱搁啥物排队搁创啥？袂要紧啊。讲到你若像进前有摕过安尼，啊，非得我嘛无一定约会出来啊。啊无也是卖摸啊，咱来去参加节目。袂歹啊。坏，我开学也无用呢，无时间录影。嘛歹势公开我的面，我惊冤仇人来找我。哦，安尼就是你冤仇人伤济啊，无我的代志哦。对啊，讲到专家有智慧，你敢知影咱顶礼拜啊未开始收报进前，迄个顶报，嘿，竟然因家己破家己的记录呢？啥物有即款代志？对啊，顶报大家嘛是一看再看，哦，好看甲安尼啦。啊，毋过我会记你，就是咱第6季啊，伊的收视率嘛袂歹啊，反正愈来愈悬，对无？对，安尼就破纪录啊。是，所以观众朋友、听众朋友一定要去收看第6季的专家有智慧。厉害啊！拜托，即摆已经拜死啊！听众朋友嘛拢已经看了，佮等下你讲。嘛紧啊，后礼拜继续看。嘿啦，对啦，听众朋友啊，新的一季真正是有愈来愈精彩，而且新的 App 嘛有新的游戏通耍，题目拢是新的哦。想要报名的人一定爱抓落来练习，无毋对，平常时嘛爱加讲。嘿啦，咱即个新的迄造句哦，有够困难的。哦对啊，而且现场拢爱甲伊收起来，实在是会足客。对啊，你若是像我安尼人歹势，有当时啊讲话佮客，佮会避暑，甲你共款有。对啦对啦，咱会去参加到时阵，讲人会讲奇怪，真诶人敢是呢？伊呢袂使剪接的，咱这个会使剪接呢。嘿啊，好啦，收收来，咱等下整理心情，咱等下要看，咱要甲比手指啊，甲熊哥录音吗？没有做紧张的，等下因两个变做因伫主持啊，咱伫边仔看。哦，有可能哦，新闻对话。安尼咱即集轻课啊，松松啊谈，头家听着，无啦，阮做认真的。嘿啊，每一集拢嘛足认真。对啊，阮做紧张伫主持。好啦，咱等下因差不多要结束啊，咱就随来开始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等真久啦，第6季总算甲这两个天后天王请来啊啦！哇，那欢喜耶！黑白边欢喜一个。主持人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美秀啦，我是阿雄。你看。咱拢免主持啊，系啊，即摆换别人啊。不，你嘛是共我来主持哦。阮想讲会当免主持啊。不，阮两个只是路过呢。路过安尼吼，路过去互阮规咧甲伊要求即摆，互阮讲一个讲要来唱歌讲。会使啊，阮等下即摆，无咱即摆先开始唱好啊。拢无心理准备呢。几场是。哦，无咱先小开讲者，咱等下想看讲要唱啥物。好，阮要来问一个独家的问题。哦，独家的问题，对啊，想要请问讲，两位当初是就是接这个节目主持的机缘啦，啊，有甲恁原本想的敢有啥物无共款？对，我先讲吼，其实我拄仔想的时阵，我会惊用台语来主持节目，而且佫是一种有游戏，啊，佫有一种迄落啊较益智的，吼，这是真正有影对阮来讲有困难啦。对，啊，落尾甲我想的较想的无共款是。因为那才好耍真趣味，嘿，真趣味。虽然哪有真忝，毋过真趣味。哦，买咱学着真济台文的知识，对，啊，有字，对。当初是在找恁的时阵，恁敢一届就 OK？我是一届就 OK 咧。哦，想拢毋免想拢无想就无接安尼。我一听就是美秀姐，你知影半暝白嘛爱白啦。无，其实迄当阵是无经验，学身份学哥讲的，我就讲好啊。毋过我家己心内惊是，我敢会当，是啊。毋过但是嘛是用一个挑战安尼，学习的心来。
对是啊是啊，嗯，袂啦，咱用收视率来讲事实啦。哦，对啊无？对无？咱这第1名甲第10名，全部拢是全球地位，全球地位，全球地位，全球地位。无，我是感觉阮的嘿嘿嘿，工作团队真厉害，对真正有影拢袂晓讲台语，啊，豆豆学到即马台语，可能是无啥正确，毋过念着拢袂歹。是啊是啊，进步啦因就变势，因即马讲话，阮拢知影因伫讲啥。哦，所以进步是咱两个。是啊，咱会变严格你个部啊。分，对所以松哥咧，当初是接的时阵，敢有感觉讲甲想的无共款？因为我知影，本身这个制作单位因咧做这个出题目的节目，已经是业界鼎鼎有名，摕足侪迄落的，所以我较烦恼的毋是内容，是想讲甲阿姊啊来学习，啊，我毋知影缀会着阿姊啊呗。哦，因为我毋捌主持过，家己主持一个遮大的节目啦，嘿，我真正会紧张的是这。其实我嘛是咧，啊是吗？我就是讲咱两个设立子的吼，对安尼敢会当甲即个规个场吼，甲好甲真好。哦，我想讲有你我就放心啊呢。哦，无咧，其实我嘛无向无啥劲的。咱两个安尼塞来塞去，塞个东西。对哈，我叫制作人来好啦。无紧，咱杀到后一条吼。好来咱来问看讲，就是因为像即摆已经是第6季啊，恁合作到哪？到迄种就是足斗大，就是美术姐甲上个看一眼啊，伊就讲我知影你要创啥物，随看甲你脑壳内底落去，敢有发现啥物即种的代志？真正有哦，甲进前拄啊开始，话拢会相拍。对啊啊，落尾阮第2季开始，其实就较袂啊。嗯，啊，第3即马到即马已经第5啊吼。对，阮第6，阮即马目睭一看就知影讲上要讲话，上个嘛知影讲看者哦，我要讲话啊。是是，嘿这是真的。啊，而且有诶，甲来宾对迄种感觉，嘛是送物件哦，落啊，来宾的时阵，嘿迄话要转来的时阵，伊拢会晓接话，时常拢会晓替我倒接啊。有当时会接袂起来，对对对对对。真斗大的对。是到达，嘿嘿因为就是阿姊，伊其实伊有想法，啊，我就对伊的想法行，啊，看，哪看哪学。互相配合啦。阮即马拢无相拍话呢。真诶。听众朋友要甲恁讲一个，你毋知，像咱进前啊，就是要摇卖菜迄个撼动啊，还是讲咱进就是倒达时间几工迄，阮就甲因两个讲，差不多要创啥，我就3、2、1翕落去，完全免洗免彩排，因两个就是会当，我讲着有彩排，阮会讲着华语，因两个就完全会当甲一出，无论是30秒还是1分钟，全部拢用甲透动，这改就 OK 啊。对，阮两个拄则伫边仔看就是安尼，哇！真正对，阮两个真正愈来愈袂歹，麻，干节都安尼，无问题。是，感恩啊，互我有即个机会，使甲阿姊来同齐主持，啊，而且甲阿姊学足侪物件。是，无，因为我的感觉是讲，应该咱已经做第6季，应该互大家拢知影啦。哦，有影。是，啊，观众朋友拢会期待，吼，拜1个拜3一定爱看到咱。对，而且无论是顶播啊，是讲顶播搁顶播，顶播，有人看到第1季讲奇怪，那无新的有啊，阮有顶播第3季啊。无，因即马拢有人，落啊人衫哦。人衫裤啦，伊无共涉水的。对，但是重点是顶播搁顶播，嘛是收视率的冠军呢。对啊，嘛是真侪人咧看。谢谢，感谢大家支持。是，感谢大家。是，对。好，过来想要问讲，当初啊，一开始看了即个台文字的感觉，啊，伫咧练习啊，还是甲伫咧学的期间，敢有拄过啥物代志，啊，甲大家分享。其实阮即马嘛是共款，豆豆啊嘛是咧练习有诶字，阮即马敢若会晓认，平常时啊拢会较事上会写迄落台文字。嘿，啊，若真正有影较困难的制作单位拢会去先去找完了来甲阮解说。所以阮穿衫的顶面有夹一个。对，直接书安尼。嘿，啊，阮来请老师来解说，互大家听。是，我家己印象较深的就是大家甲大家，嘿，无共。大家是婆婆嘛，大家伊写出来是大家，对。啊，真正的大家咱是大家嘛，伊写出来是族家。这个物件，我真正是会舞甲火气啊咧，我甲头壳内底物件浮掉顶来。对，真我诶拢。较介意迄个字是工，规工的工心的工，嘿，啊，一个厝，啊，那有个工人的工，大家迄个工心。因为有的人讲咱台文字足困难的，看着拢毋知影你这字跟阮平常时你想的拢无共款，因为即种白摕的心，恁敢有啥物要甲鼓励一个？无咧，我拄着的吼，拢是真正拢写台文字的呢。我真的。有影，你看谢明佑老师，因拢足认真的，
对嘿，对我的老师伊拢足认真，因写完的迄落啊，毋管是什么字啊，吼，无论歌词啥，全部拢是写迄落啊，台文字的。对是，有时阵我佫会想讲，老师这什么字？对啊，落尾拢家己去查。哦嘿，因为咱公司毋是有迄落啊，伊的迄落新书新书库，对嘿咱就去遐查。对对对对。啊，还有迄教育部的迄书店，教育部的书店即马较无共款的是家乡腔啦，哎家乡对对的腔较对无共款的。所在其他靠其实拢字拢差不多拢共款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拄着迄无共腔口的，可能就会较听无，就是其实加讲几摆就听有啦。对啊对啊无毋对。对，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咱拄则有讲着讲，观众朋友即马拢认衫，对，啊，要看要问讲恁当初是拄第一季到第二季到即马，每一季恁看着啥的时阵，有迄种，哎呦，那是安尼，哇，我拢惯势啊咧，关系还好，我即马惯势啊。拢关系啊，对对对，即马家己佫会想讲要爱什么色，嘿，色水爱安怎配？指定安尼啊，。姊毋知会记得，咱一开始讲，这敢若迄个儿童台的衫裤有无？对对对对，我你懂。我介绍电火挑哥哥，无毋对，无毋对。水倒头这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拄仔开始的时候，我想讲囡仔看着阮的衫，一定足快乐。对啊，其实吼，我想因的想法应该是互老人也是囡仔，还是家伙看着阮穿安尼是拢快快乐乐。对，嘿，因为色水拢足水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毋通乌罗嗦罗迄种的，所以哦讲足光的迄种对色，对嘿所以讲，即马人看着阮就是讲啊，这是搭一季搭一季的，对，而且咱的布景嘛，人甲衫做斗搭，迄色水拢做高对啊对啊拢无共款啦阮还有一。个做趣味的，就是咱第一季要结束，第二季的时阵，网友就讲咱来插赌，讲后一季啥物色水。嘿啊，对大啊概，开始有安尼，阮大概会想讲，迄服装书可能头壳冒咧笑。因拢伫摇，因拢伫摇，咱的什么色水，咱是伫摇，咱会即马甲什么搭一间公司正共。配合啊，进行是啥物皮嘛吼，啊，即马是啥物蓝嘛，饮料的，阮这会逼，就好笑的。无紧无紧，而且上个迄工做趣味，咱第六季伫录影的迄工，伊个有拄好咱有叫迄个饮饮料，料上个摕出来讲，你看，对是你这种有见过啊，对对对，会当是会当去上个的卖种也看，有迄张足高水的相片。盖高水。过来嘛是共款要问一个，就是敢有伫咧看到题目啊，完全安尼硬气，感觉讲要求哪遮尔困难安尼？其实是较困难的是啥？上较困难，因为伊爱念，伊爱念的时阵题目，有当时啊，因为你要甲咱的平常时啊看的台文字，啊，甲迄落啊，真正咱普通时的台文字斗做伙的时阵，伊会较困难。哦，目前为止，我认为上困难的是咱即季。台语罔看麦，乡亲啊，你罔着，你知影，你讲袂出来，我艰苦的。有影，哦，迄嘛真困难哦。即个题目，即个组合着，因对，为你原本是看字嘛，看字袂晓读，咱会使理解。是但是你看着你知影的物件，罔着，佫袂晓苗讲。讲，对哦真正真正是足是教的第奇的四件，是有苦说不出啊。对，而且就是即季的时阵，迄工有摸一个物件，结果因对方两个人讲牵对方的手，对，两个人讲手牵的，你讲迄就是手哦，迄嘛是做趣味的。足高水的。所以我感觉这题目困难是困难，但是咧生活当中摸会到的，但是煞讲袂出来，这较困难。头拄有一题蓝牙耳机，嘿啊，哦，哦，哇，要安怎讲英文，我袂晓，我袂晓，咱两去用考试，无算耳机，这无诶，哎，阮老师有落尾老师互伊，互伊哦迄个无算耳机。我安尼人敢诶，是咱薄类，对薄类咧，是啊，所以讲，阮就真希望讲，真正有诶真少年诶少年人来阮遮参加节目诶时阵吼，对就是用你家己想诶创意，啊嘿，去对啊讲你对啊想要讲诶对话，老师一定会互你迄落啊，有机会因为阮老师是有影响力诶啊，对对对对，所以讲会一定互你迄落啊分数诶。对啊，而且就是甲咱新词思考共款，一个新的词，咱要甲伊换做台语的时阵，就爱甲声音嘛，还是讲形体啊，是讲甲伊意义来做结合，才会当就是想出一个较合理的词安尼。无毋对，好，过来想要问讲，咱上新一季啊，咱拄则有讲到咱新的即个关卡，就是台语无看麦。你拄了讲到有迄懵着看袂出来，是讲你有藏啥物足特别的物件啊？就是你印象较深的无？诶，其实有当时啊，想想也免什么特别诶物件咧。每一个因为你有当时啊懵着诶时阵，你知影就是拄啊上诶讲诶真正，就是懵着就是毋知要安怎讲，哇，其实足简单诶，就是毋知影要安怎讲。嘿啊，像你甲看吼，咱若摕锁匙。嘿，对，无毋对，我知影，迄到底是爱我啥知影，就是你逐工用的想不起来对的啊，哦是就想袂起来叫做锁匙。
对，嘿因为个上节目嘛，雄雄你就是想袂起来，真诶是头壳呢白一白白，登袂出来，嘿对啊，不要紧啦，阮制作单位豆豆啊，就会愈来愈困难啦。哦，可能嘛是有活跳跳的啥物件啦。所以你那紧报名，头前较简单，嘿，愈后面愈困难。真诶，我做上届就活跳跳的啦。我做期待看到迄活跳跳，做想要看。阮顶边有放迄个恐龙呢，哦会遥控的叮当诶。我真正是会叮当，我想要看迄有毛的啊，是，想想的迄种。而且主持人都会甲伊讲到足恐怖的，对大家都一干，真的。迄嘛真趣迄味。嘛真趣味啊，。佮有迄新的单元啊，就是台语造句，迄个什造句物造句对无？哦哪啥就是物哪啥来来物，倒鼓还是讲我甲阿公逐工去创啥物迄对个对对哦对，这听迄观众朋友讲的迄事嘛，足趣味的。其实嘛足趣味。大家热天的时做阵，你想要去倒位？嘿吼，两个嘿，啊，你会感觉心情对。你嘛无简单呢，雄雄爱想。是啊，而且就是有诶讲出来，你老师若感觉无合理，你就无法度用咯。对对，其实这嘛是要互来参加的朋友，因有迄个想法，对去讲者这做一个啊句。嗯，吼，伊一定爱讲哦，伊去海边啊啦，吼，啊去迄落啊，会去游泳啊，吼，爱互伊讲是游泳。有当时啊，有诶人就是不晓讲讲袂出嘴游泳啊，嘿啊有嘛是老师讲会当念收水，收嘿水啊，对，会讲法，对。哦，较生活化啦。嘿那是针对过来要报名的，恁敢有啥物建议？哦，比如讲来宾要来，因敢有5个人，敢有需要就是因去互相练习吧，是讲爱加去看啥？看阮节目啊，我看对啊，就是看种唯一的要求，就是咱节目爱看啦。无毋对，而且阮有 app 啊，对嘿啊，你嘛免烦恼，阮有 app，你甲download落来。对嘿，啊，你就去豆豆啊学，你就通学着诚济台语的正字，嗯吼，啊，佫有通啊念，对，对。还有啦，若要报名，爱甲家己厉害的所在写出来。哦，譬如讲，你写讲啊，阮兜拢卖菜，无厉害，你讲阮兜3代拢卖菜。哦你来安尼就对，保安尼就算健科着啊哦，保健科这个菜安尼，无毋对，啊写愈厉害，敢会题目愈困难，袂，阮制作单位足公平的，足公平的。对，哦，我看最近大家奖金足济，我都想要来的呢。会使，紧报名，紧报名。拄啊开始的时阵无哦，对啊，即马豆豆啊伫放水啊，豆豆增加，啊，嘿袂好有机会啊咱即摆已经报名到伤后壁啦，无要紧啦。买啦，共款啦，你即马去拜托制作单位嘛，互你用插花啊，看嘛，搁一堆欠两个，你两个先插一个。哎呀，阮歹势啦，我无咧公开啊，阮无咧我讲开啊，我讲伤大声就对啊。对，阮惊讲歹代志做伤济去互拍。买啦，好，安尼说的就是咱上重要的工商服务时间。咱今仔日先简单甲咱题目用了，过来就是咱无限的唱歌时间。老武汉，不然唱歌时间哦。是对，又搁要唱迄讲实在吉他，暂时冰岛，我天直播，咱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三的8点。 8点哦。咱顶部的时间嘛是拜一到拜三11点半，暗时11点半，啊拜二到拜四到拜四是中昼的2点。哎呀，2点哦。安尼讲，算因两个已经唱歌。安尼嘛袂歹嘛，对安尼这种免罚钱的，对咱啦。嘿，拢家己的，无要紧，免烦恼，是阮这就是15秒以内拢免罚钱。哦对，因为咱拍开始就是行伫迄有迄个法律规范的边啊的边啊，无咱是没那严肃啦，嘿啦对是啦啦，咱就是轻一松个轻松简单开讲的节目啦。无毋对啦，啊，无先说问熊哥啊，就是你咧主持这，你敢会带恁的囡仔做伙看，会啊，我嘛带阮母也做伙看。带母来啊？嘿，啊嘛甲阮爸做伙看。讲一个真正，互恁听者，今日录影嘛。对，我昨咧厝诶，甲摕到新诶题目，一题啊一题，问阮爸阮母啊，两个人坐起听。哦，阮母诶正确回答率高达90%。哇！啊安尼母也要来参加无？母爱咱去做顾问，不，因看台语字可能无法度啦。其实我嘛真鼓励讲吼，真正厝诶若是有是大人诶吼，对囡仔带是大人来报名，啊，我会派一个队长互你，嘿哦，坚强诶队长互你，啊，你就来迄落报名，所以意思互老就是人家己去，所以
所以意思就是毋免有影5个人，我譬如讲我一个人、3个人想要报名嘛，拢会使。是就是制作单位会。摕你 QQ 的，对斗一队安尼，摕你嘿，组一队的。听众朋友有听到无？你莫伫遐歹势讲，家己找无5个人，有是一个、2个、3个拢会使报名。阮制作单位会替你 QQ 的，啊嘛免烦恼讲你台语程度对袂着你。你若较特别、较新的，阮会配一个较强的互你。有影有影。啊，你若是足厉害，阮就配一个菜鸟互你来甲你对拖累，因为袂使互你甲钱趁去。应该大家拢上重要就是关心着讲这35000，咱若丢着奖金，啊要安怎？我毋捌你，你毋捌我，要阮制作单位会甲你平分，专人甲你服务啦，嘿，会服务啊，到恁兜就对啊。对对对，到你的口做啦，到你口做。真赞呢！好，安安尼赶紧来报名吼。啊，赶紧对，安尼我宣传一下咱新的关卡，好，无问题。就是咱的4字斗一字，我感觉这真正有难度，有困难。嘿嘿，伊啥物叫做4字斗一字？譬如讲，啥物悬，啥物面，啥物诗，啥物摆。好，来我有，好，你有来顶。哦，安怎讲？顶悬。嘿，因为我名囥喺顶悬，我摕袂着啦。啊来，过来一个是顶诗，哦，对啦，迄单俊良就是我的顶诗啊。哎呦，足傲慢呢，你知无？嘿啊，薪水拢互我足少的。是啊，咱莫互你吧，咱录音甲关外口。还佫一个是啥？顶面。顶面哦，我物件嘛是囥喺顶面嘛是会当嘛，对吧？可以可以。哦，顶面有我的物件。嘿，啊，过来就是摆。顶摆，顶摆，对啊，顶摆时阵我甲伊同齐去洗西门町啊，嘿啊，阮去买衫啦。对对对，所以这就是有4个无共款的词，但是头一字拢是共一字顶，嘿嘿，这就是咱4 app 内底迄个游戏对无？对对对对对。安尼是毋是我登去厝里算迄个 app 的时阵，我甲试着，其实我拿起正卡答案了，我爱练习讲迄个字要安怎做句，因为咱现场爱做句对啊对啊对啊，是，嘿，先说宣传咱的 app 好啦，它都是4字斗一字嘛。是，啊，咱的 app 内面嘛有迄落啊，俗语，俗语我来排，新的单元。是，嘿，迄就是咱的一个迄落像讲，咱蒙哪兼洗裤，吼，啊，伊的可能答案就是洗裤，洗裤，嘿，啊，伊可能内面可能有台语的正字嘛无，嘛是讲啥，你若要你就紧去试，安尼你就有分数啊。嘿，啊，5题一个单元啦，嘿，啊，拼时间上好咧30秒以内，爱甲试好完。啊，你若是失败试毋对，拢会说停试，但是超过30秒就无啊，奖金就攞出去咯。是，无毋对，所以听起来敢真简单咯。哦，你若敢，你就紧点来报名。但是徛伫现场足紧张的，我看大家咧字的时阵，你唰唰唰唰，手就出来咧，阮这部我上介意就是看这内面吼，拄啊开始会聊聊青分，敢聊聊毋敢讲，啊，再豆豆啊，迄种甲第3回合、第4回合的时阵，哦，迄种，尤其斗阵拼输赢啦，哦，大家迄就足刺激你一句我一句安尼，是，安尼就是甲咱的迄落感情，敢若拢愈来愈活，哦，而且大家伫讨论的时阵，真自在啦，是啊，上个甲美术姐伊拢会甲伊讲，鸡卵毋通囥伫共一个篮内底，恁就是爱分散，就是答案袂当拢大家拢共款，无等于规个拢安尼。但是我人旁去，但是阮上爱看到迄全部安尼，哇，一个拢电话拢无去啊，是啊，有第1题、第2题啦，答案第2题的时阵。若是答案拢无的时阵，就真正拜拜啊！哦，再会啊！哎呀，2万箍呢，2万箍呢，真可惜。所以就是爱分散答案啦，无你看，进前嘛有一个啊，第2题开始就全部拢甲输，甲剩一个，啊，结果尾迄个人上尾坚持落来，活到尾啊！哇，迄嘛是真厉害，所以无到最后拢毋知影讲是安怎。嘿，欢迎大家来变看觅。对，咱已经到最后会当唱歌啊！哦，已经讲过几落分啊，已经讲过几落分啊，会当唱歌。完整甲即个节目拢已经介绍过啊。是。讲较济嘛无好啦，因为听众朋友啊，恁来现场看，还是讲恁咧看手机啊，是看啥？迄个感动甲迄个趣味，迄是阮用讲的，你体验袂到的。有影。也是咱电视台来开放参观，只啊扣门票啦，一个50箍。不要紧啦，其实你厝会看就好啊啦。对啊，拜1甲拜3拢看会着咱啦，对啊，暗时8点啊，拢看会着咱啦。对啊，来啊，唱歌，唱啥拢会使，台语的拢会使，只要歌声遐好听着，一定要有大家唱一个啦。无啦，卖啦，唱一个。即摆雄咱想袂出来唱啥歌咧。安尼上个已经准备好啊，上个会使先。好，上你先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，被人客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。啊，安尼就可以啊！希望大家来报名，我甲阿姊用上妖娇的迄个外形、上美丽的姿态，陪大家摇来摇去哦。是，无毋对，无毋对。
好，阿姊也准备好未？哈，你讲外歌？对啊，凊彩想一条啦，无要紧啊。买啦，我无啥歌会晓唱啊。几条歌够？无啦，我用我拿后啦。紧嘞，唱一句就好。唱一句要唱啥话咧？有一日咱拿到，无，你就应该看阮公司台语台，嘿，拜一甲拜三，再会啦，再会啦。这句好啊，已经有一句啊，好，一句都好。对啊，时间到，听众朋友，因为咱今仔就是咧录影的马拉松之下，但是阮找着时间，捡着时间，邀请两位来上咱的节目，因为已经到第六季啊，无放着，无讲着节目内容，真正是真无彩。啊，若是想要知影更较侪代志，会当来看咱专家有智慧，伊嘛有马种野甲 Instagram 的马种野 ，Instagram 是 IG。好啦，无要紧，咱伫咱的马种野面顶，啊，个 IG 嘛，拢有上新的消息。对，好，今仔日真感谢两位接受阮的访问，赶紧结束来，互大家困。对，好，来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，请做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哦，真的总算是结束啊！你无感觉美术节行入面就有迄种节的班？对。啊，而且挂耳机，平常时虽然讲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嘛听着上课，现在是你用挂耳机听伫你鼻耳边，哦，迄种感觉就是不要讲耳啊，是感觉哦，我知，伊莫讲话，伊嘴闭开了，我感觉迄个声就出来。哦，你有感觉？就是平常时拢是透过电视，对，啊，毋过头拄仔都是本人伫咧边仔咧讲话，对啊，就是伊就开喙，伊就是开喙，伊就算莫讲话，你就是脑中就会幻想出伊的声音。无毋对，而且拄好咱今日这集是迄啊，号角响起，那号主歌，阿翔，啊，拄则我伫现场安尼看，你就迄种。号角响起来了，我是想你看，我，让阮遮来感觉，对，真怀念啦，对啊，而且进前上过嘛是伫迄个节目拢甲出声出到尾啊，结果伊人就出道安尼，对啊，就厉害呢。咱敢有可能嘛是行向即条路，先出咱的声啊，出声困莫面茫啦，而且你也无介意你的面公开啊，对无？我惊用偷笑啊，还是讲我出声啊无啊？我想讲换一个声，换一个声，换一个表情出道，安尼讲可能。规去换一个人好啊啦，吼。后世人再会哈，拜拜。毋是啊，拄则刚甲伊问讲，就是到底有阿夸妹无？无啊，无问啊。之前毋是讲阿夸妹要来？嘿啊，毋是讲有报名。阿夸妹，你有听到我甲你叫无？看面呢，等你哦。哥哥妹妹伫咧专家有智慧地来跪等你。你若要来去看你，你若要来录影，我伫学校请假嘛会走转来。诶，到时阵阿夸妹你要甲我通知哦。你若无甲我通知，我甲你绝交。我家己偷偷走去看。到时阵阿夸妹来，我要甲伊翕相啊，还是要创啥？我知你是要创啥，听起来就恐怖诶。当然是伊爱先来啊！这段是毋是爱加入去 NG 内底，啊个尾也甲伊 take 出来，啊就是 take 阿夸面。哥哥，你在你等你呢。哥哥，你当时要来？我要下班啊。什么？啊无咧，毋是啊。啊，你毋是有讲你准备要开学啊？你即马是想要增加 NG 互别人听的意思就对啊。你是因为即两集拢无 NG， 想讲网友想要听的吼。NG 毋是摕来访问的呢 ，NG 毋是互你摕来访问。哦，你下班，你下班，听到没有？再会哦，再会，吼，再会。啊，你都要问我啥？无啊，就是要问你讲，啊，你毋是无爱互人问，你就奇怪呢。紧的，然后你袂当问一半紧的。哦，就是要问讲你开学了有啥物规划啊？读册，下课困，读册下课困。读册，应该会愈读愈册对无？我可能读去考只片，啊，排入去困。我骗妈妈有你听咧，你咩咧？你我带人去互伊拍呢？毋是你家己讲出来啊，毋是我讲的啊。愈读愈册啊！啊，你家己讲读去考只片去，什么啦？笑，拜拜。